點解你學咗咁多 AI 工具啦，你嘅人工咧就冇變多到，銀行戶口咧都冇多到錢，最重要係你揾工咧都冇變得容易咗喎。咁究竟 AI 帶嚟咗啲乜嘢啊？又話 AI 改變我世界嘅。如果啱啱講嘅你都中嘅話咧，今集我哋要講呢個毒雞湯啦，理解下點解咧普通人對於 AI 啦學完之後都好似冇乜幫助嘅，係唔係泡沫嚟㗎？都話咗 AI。第一件事就係 AI 嘅本質係乜嘢？其實佢係一個放大器。如果你本身係零技能、零資源、零能力，咁 AI 再叻咧都冇辦法將你由呢個零嘅位置咧變成100、1000。咁你咁講係咪本身嗰啲識技術嗰啲啊、寫 app 嗰啲啊好勁嗰啲技術人員咧，咁就係好正噶啦，可以利用 AI 咧放大槓桿佢哋嘅能力，即係一個月本身賺5萬嘅槓桿去到賺500萬咁樣。其實好似都唔係咁樣嘅喎。AI 嘅最大受益者咧就係識得做生意嗰啲人，所以 AI 嘅最大作用咧，亦都係幫企業啦、幫老闆們啦降本增效。對於本身識做生意啦、擁有呢一個核心嘅一啲資源嘅人咧，AI 咧絕對係佢哋進攻嘅一個武器啦。但係對於我哋啲普通人嚟講咧，就最多即係就算對我哋啲打工人嚟講啦，其實最多都只係算一個防禦工具啊。既然個現實咧咁殘酷，普通人點算呢？今日我哋嘗試揾2條賽道行，一條咧就係俾點樣留喺寫字樓入邊做一個防禦戰，保住個飯碗；另外一條咧就係教你可以脫離內卷啦，用 AI 作為你嘅大腦去賺實體錢嘅反擊戰。即係唔係話可以進攻到，即係唔係話你同老細講咧，喂，我今日完成你嘅報告，我之前做1個禮拜㗎，我今日2個鐘頭我做完㗎啦。咁你交我人工，咁老細係唔會理你嘅。咁你又識用 AI 寫報告，人哋都識呢一個用 AI 寫報告，咁大家打平咗咧，你冇因此即係嗰個你個身價係唔會升咗上去㗎。而好可惜嘅件事咧，就係 AI 嘅出現咧，係令到我哋作為勞工啦，同埋呢個資方啦，即係老細同打工仔之間咧，呢2股力量咧唔再平衡啦，就係可能老細嘅話語權咧會大啲。咁既然咁講嘅話，唔使玩啦，工又揾唔到，又冇話學識 AI 可以令到我多啲人工，更加容易揾工，咁我唔使學啦。又唔係咁講嘅，學就梗係要學噶啦。因為如果你唔學嘅話咧，連基層嘅打工人你可能都做唔到啊。老細咧只會越嚟越請一啲咧識用 AI 工具嘅人噶。如果你唔學又唔得噶喎，所以點都要學嘅。因為就算對於我哋啲打工人嚟講啦，AI 冇令到你真正賺多1分錢喺個袋度啦。佢亦都會幫你慳咗好多時間嘅，佢真係喺一個工作效率上面咧，會比你以前傳統嘅做嘢啦係快好多。咁慳落嚟嘅時間咧，老實講，你可以做其他嘢嘅。賽道 A 嘅策略咧，就係留翻俾你繼續想喺職場上邊咧去打滾嘅人嘅。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人啦，鼓勵你學 AI 工具嘅，學完之後慳翻嘅時間攞嚟做咩咧？攞嚟學下點樣去照顧人哋嘅情緒。你咪以為我叫你擦你老細對鞋啊？其實唔係嘅，唔單止你嘅老細，係仲有你嘅供應商啦、你嘅客啦，即係只要你要面對嘅人嘅一齊，你有呢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情緒調動啊，或者好識得講嘢呢一個功能啊能力嘅話咧，你係可以將成件事好 smooth 咁就完成到嘅。呢一個係能力嚟㗎，係 AI 完成唔到嘅能力。做嘢你知道係一個整體嚟嘅，就算你一個叻嘅員工啦，做嘢好快啦，做嘢好正確好掂啦，其實都不如即係情緒上係氹得掂人哋嘅。即係點咧？譬如話 AI 係唔會孭鑊㗎，AI 係負唔到責㗎。AI 亦都會出錯噶，有幻覺噶。咁當佢哋出錯或者係出現一啲鑊要人孭嘅時候，咁你嘅作用就出現啦。呢樣嘢其實喺職場傳統嘅職場上面啦，或者喺我哋呢一輩啦，即係慢慢就會消失咗嘅。即係我哋認為咧，我自己做掂晒啲嘢就得噶啦，我唔需要氹你，我唔需要同事關係，我唔理啲咩辦公室政治。AI 咧，你要去生成幾多份報告啦，整幾多份分析啦，其實佢係好輕鬆做到嘅，但係佢冇辦法做到去照顧你老細嘅情緒啦，亦都冇辦法照顧到你嘅客嘅情緒啦。咁因此呢樣嘢就變得特別重要啦。人情世故啊，各位嗱，估唔到咧，去到2026年，原來我哋最需要增長嘅就係呢一種能力啦。講到呢度咧，你會發現有個工種咧，應該會特別吃香噶，就係銷售員啦。但係 AI 時代下需要嘅銷售員咧，要求嘅知識層面會更高啦，人格魅力都會更加強烈啦，即係甚至乎講嘢都要叻啲啊。
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作為普通人可以借助 AI 嚟學習啦，提升知識之後咧，再進入嘅一個可轉型崗位。簡單嘅公式就係用 AI 做事，用肉身咧去做人。而賽道 B 啦，就係俾一啲唔想再打工啦，我唔會再內卷噶啦。我覺得嗰個核心嘅公式咧，掌握技能加呢個 AI 去營運你嘅大腦。AI 嘅最大嘅痛點咧，就係同硬件嘅結合啦，同埋仲未揾到一個可以被高需求應用嘅一個使用場景啊！即係簡單講，你整咗出嚟之後，我究竟用喺邊度咧？好似呢個場景仲未揾到喎。嗱，結論咧就係 AI 越發達啦，真實同埋物理接觸咧就會越罕有噶啦。而第二條賽道咧就比較困難啲嘅，我覺得都會有啲心理關口。AI 咧做大腦啦，去對一啲實體行業進行降維打擊。你應該可以同 AI 咧互相溝通，同埋你要做嗰個審核員啊，發現傳統需求入邊咧已經出現咗變化嘅細節，修正同埋補充一個新嘅需求。例如上門餵貓放狗嘅服務啦，主人係喺網上平台揾啲接單員嘅，信任度極低啦，主人會成日擔心咧，驚個門冇鎖好啦，驚個寵物應激啦。但係如果你可以提供多一份 AI 寵物每日健康日報嘅話咧，上門嘅人員咧只需要按你嘅 SOP 啦，影低寵物嘅便便啦、飲食嘅剩餘量啦、寵物活動嘅影片啦，將啲數據咧輸入俾 AI， 咁就可以生成一份咧包括呢一個消化狀態嘅評估啦、情緒分析啦、飲水量達標率嘅圖文報告咧發俾主人。咁同樣嘅上門餵貓放狗嘅服務咧，就會由呢一個體力嘅工作啦，包裝成呢一個寵物健康數據管理服務噶，價錢會唔同啦，亦都會吸引更加高消費力嘅顧客。你可以嘗試去做一啲新嘅服務需求嘅標準制定者，將你學咗好多年嘅能力啦，透過 AI 嘅槓桿去到最傳統嘅實體需求度，係咪聽到好難呢？我都覺得係難嘅，但係對於有啲人講呢，佢哋係做到噶。因為你賣嘅係一個物理嘅技能嚟㗎，而 AI 可以幫你處理營運上啊、獲客上邊啊、管理上邊呢啲嘢。亦即係啱啱我講呢 AI 最大嘅作用就可以幫企業去降本增效。其實 AI 都喺呢個角色入邊幫你，即係喺呢部分入邊幫你做到呢一個效果嘅。機會係真係搭配出嚟嘅，唔係話好似見到嗰個市咧好差咧，就大家太過於悲觀。基本上同最近所有失業俾人炒嘅朋友仔咧都講過㗎，即係當然啦，要佢哋原本去做一啲即係可能佢哋喺寫字樓好風光體面嘅工作，而家變咗話叫佢做啲咁接地氣嘅嘢咧，我諗佢哋都會有個心理難關嘅，即係點做啊？我以前都唔係做呢啲嘅，我讀咁多書，唔通你叫我做呢咁嘢？其實做之前你都可以 search 下有冇相關嘅服務㗎，睇下佢哋嗰個店鋪營運嘅效果啦，同埋有冇真實嘅需求入邊。其實呢啲嘢全部你可以俾 AI 去做㗎，靠 AI 做你嘅大腦，然後你賣嘅就係實體嘅一個技能，物理上嘅一個服務。今日嘅毒雞湯係咪好毒呢？你又點樣睇呢？或者其實你係因為 AI 而受益嘅呢？試下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哋一齊分享下。下次見，我係珂珂。